这三个哩吼，哦，你看迄个美术指啊吼，伊个骹床有无？吼，粉红啊，粉红啊，咱讲是什么水果啊？水蜜嘿，第二几个哩？三个哩，来哩，譬如讲，什么？变肉？嘿嘿嘿。譬如讲，咱叫爸爸的小妹，还是这是叫什么？小阿公，嘿，阿哥辈分搁较悬一个。姑母。嘿，够一个，这是头两哩，这是头两哩。咱热天的时阵上爱食什么？迄滴滴。火锅包。什么？蚵啊，夹起来，姑母。并过来。姑母。嘿，来。姑母。这两个字，这是要安怎读？袂晓读，你会使放弃，紧嘞。放弃。来。哇，这个第二哦。好，我叫什么名？我叫高星星对不？我即摆我即摆徛伫个外口，大家拢知影我的名，所以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个字。我即摆是安怎？高欣欣，即摆北中南是安怎？安怎？哎呀，顶港有名，写会港上出名。哎，进来。好，咱两个字，咱去比赛就是，咱去比赛要问代志，拢会问啥人？庙公。新名啊，新名啊，时间到啊！不过袂歹，有好多啊，有着分就好啊。是。好，来，咱先请坐。来。看卖钓几题啦？咱即摆看一下哦。好，好，咱即摆钓3题啦。真好。啊，毋过拄啊，迄有字吼，咱嘛是爱问一个老师。是啦。嘿，来，老师。咱的音应该爱高波哦。哦啦。是。啊，讲海影啊，一波一波。是。啊，一影一影啊，一影袂使。哎，你讲用梗的嘛是会使啦，吼，一波一波啦。对。是。对，袂当讲着字。拄啊有2个字读袂出来，迄2个字。哦，迄叫做西徛。嘿，大家拢足够唱的啦。两个字，咱若咧海。游泳，摸到什么物件，你会规个震起来，就起来。真好。七类，会使吃啊，七类，海胆，不是，敢若电着有无？那个水母。好，来。这个。好，来第2题。咱的经纪人叫啥？七类。海对，不是，台语要安怎去念？海只第2个字吼，你啊骂一个人吼，你啊干他什么嘞？动物，不是牛啦，是什么？海告，不是牛啦，骂人啦。海底，七类。好来，这个。啉酒啉伤多，会路边咧安怎？然后咧安怎？嘿，后壁2个字是一个足可爱的动物，迄个小七有饲过。饲过。七类兔啊。什么兔啊？鸟鼠啊，兔什么？啉酒啦，你什么兔啊？这个。来，几个字？今日3小6个字。哦。啊，后来买物件吼，好，钱摕出去，啊嘛唔知影是偌济钱。好，哈，敢若知影买啦，哈，这叫啥？唔知。啊，但是咱会讲骂。嘿，没有。啊，第2个字吼，第2个字是讲即落咱食饭吼，食饭啊袂。唔知你嘅。啊，对。来，第5。3个字。嘿。这3个字吼，哦，你看迄个美术指啊吼，伊个骹床有无？吼，粉红啊，咱讲是什么水果啊？水蜜。嘿，5个字。来。你若足急的吼，急甲其实会使豆来，啊，毋过你急甲吼代志就做无好，啊，什么物件吼，你就下落迄个喙齿，安尼，迄叫啥？喙齿。嘿，上尾是什么话？ 5个字，第5个字。时间到啊，几题？哇，今摆得到5题咯。因
恁拄啊讲迄什么诶？有一个是头先第一条讲迄个水，你是讲水母水母吼，好水母当然是有人讲问题是迄算作是讲叫迄汉字读啦吼。啊，民间有一个较白话讲法是讲叫做海梯，还是讲叫做梯啊吼，这种的讲法。嘿，啊，这可能大家无一定有听过，啊，毋过其实原本口语是讲安尼。嘿，啊，过来大家拄仔咧讲第二条有讲到海猪嘛吼。海猪对吼，啊，就是讲这个猪有腔口差，所以有的人唔是讲海猪，伊可能讲海猪，还是海猪，哈，就是有3种腔啦，是，嘛真趣味。